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4，拜二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来回平湖甲台南将军渔港的一只交通船，伫昨昏要暗5点外靠搭，包括船员、乘客，计共有75个人伫船顶，是一直到暗时8点外，海巡人员附近的船只才利用海中的时间协助船只脱离靠山，有惊无险。 天也嘛，高东船因为水的深度不够，意外掉伫咧台南将军渔港平台附近，无法度震动。中一只渔船啊挂塹伫遐啦，为着要闪伊吼，向较偏起啊。漏水的关系，退潮退得太厉害啦。 这台来回平湖加台南将军渔港的双吉福气号，船顶4位船员，各加71位乘客，总共75个人。初三要暗5点外，底船掉伫咧海面上，现场附近渔船伫咧太平，一个出动大型的竹排啊，到暗时8点外，所有人拢救来。那艘船是坐滩的形式，它是坐滩，那乘客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必须等这个潮位上来，再借由船只拖带。 会比较安全。海巡署讲，因为天下嘛，风险过大，若对天顶球较有风险。评估这台交通船是铁路了条条的，唔通强拖，若无更加危险。养顾游客等真久，等甲性地拢压起来。我们等到8点多，但是后面有渔船才来帮我们了。我不知道那渔船是谁派来的，可能是你们海巡署，或者是可能是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太久了。 很多小孩，有囡仔一上花了就开始哭，也有身心障碍囡仔伫众人的协助下顺利上花。我家在船顶的人全部平安。结束这场海上惊魂，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大家较爱去耍水，也毋过爱洗字。这是最近伫小琉球就有游客去耍海上的独木船，全部洗字走入去船帮的水路。 另外，还有家长是带囡仔去海边啊耍水，结果互海面上的浮球警戒线去挂着伤。东游线交通船驶伫海边，船的岛边所有奇怪情形，详细一看是鱼排拖一排的柴壳船，竟然有8只。伫船只来去去的航道实在是真危险。上面全部坐满人，然后我有听到游客的尖叫声，我说奇怪，这是河华吗？ 海巡队表示，风险将柴壳船带入去航道，鱼排出动来游。不过最近游客真侪小琉球，世界拢是人，已经发生几摆柴壳船或者是 SUP 侵越航道。品管处提醒，若水上业者违法伫管制航道营业，照法定观光条例相关应罚10万。游客选水上活动也确保自身安全。有独木舟要全岛绕行的活动的时候，在经过航道的时候，务必要求是无害快速通过。 囡仔双脚一条伤痕，也阁一直咧流血。初有家长带囡仔到台南马绍到滨海佚佗，想要到用来警示的浮球甲警戒线，煞造成囡仔受伤，而且阁不止一件。原因是附伫顶悬的藤壶，真个外壳挂上囡仔的脚。太靠近，或者是直接整个人去抓那个绳索的话，就会造成皮肤会有挫伤跟刮伤。当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3都有人因为同样的东西受伤了。救生员他可能敏感度没有那么高，我觉得是可以再加强。 囡仔欢喜出佚佗，刷满脚的伤转去，互家长真唔甘。业者表示，浮球差不多2个月就换，未来会加强告示，提醒民众唔通花进藤壶会掉着的物件，则袂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艺人炎亚纶和网红耀乐指控讲，伫伊未成年的时偷翕伊性爱影片。虽然地检署伫昨昏通知炎亚纶到案说明，伫昨暗冒开侦查庭了后，炎亚纶即摆是以50万交保，限制出境甲出海。初三暗9点半，艺人炎亚纶伫士林地检署接受复审了，以50万交保。伊行出地检署时阵讲，会配合司法调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啦。那有一些事情呢，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炎亚纶是8月早起由律师陪同到妇幼队接受讯问。警方侦讯2点钟了，家己带去的工作室搜索，下昼搁再搜查伊士林2个大所在，查扣伊的电脑、手机甲云端下载大量影音资料。警方强调，专案是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制作笔录，也是为了要了解被害人报案时阵所讲的犯罪事情。
我们针对那个被害人他所供称的一些那个加害人的一些犯罪事证，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了解。那至于说那个罪名的部分这个我们请示检察官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来做后续的移送。这件案件是炎亚纶伫咧望昂耀乐16岁时阵，甲伊交往，涉嫌违反对方的意愿发生性行为，也涉嫌伫咧对方拒绝了有关翕私密影像，并且做做影片外流。耀乐已经伫咧6月底报案，专案已经正在司法庭诉。司林地检署伫咧8月暗开侦查庭了，以炎亚纶涉嫌违反儿童加少年性不实防治条例，有令新台币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上性骚扰的案件，即马抑阁直头在变。有一个伫正济间大学教册的美术教授，即马嘛防指控讲，伊甲查某学生性骚扰，而且佫爱查某学生翕因无穿衫的相片互伊。立委即马是要求教育部爱设专线，互受害者会当申诉，嘛爱扩大调查。看着我，他说：“你不是性感，你是可爱。”你是需要被珍藏在玻璃柜里面的可爱。讲家己遭到性骚扰的行为，被害者真痛苦，伊伫立委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出面指控一个捌伫台湾师大台中教育大校顶学校美术系教册谢成教授，借艺术翕相练习人体画图为理由，性骚扰女学生，连陪伴伊到场的朋友也受害。一起参与的朋友，他就说：“你才是性感，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裸体被拍？”我当下其实也是很傻眼，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要不要裸拍，甚至不用再进出厕所换装，直接在拍摄的现场换装就好。对，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一个人。10几年、20年、30年，这个学校里头，这个体制里头，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发现这个事情吗？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会听到任何耳语而知道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协助吗？在场的专家认为，这位老师性骚扰的被害者真多，大部分都唔敢讲出来，希望因勇敢站出来。主动联系这位毕业的校友，按照程序要召开性平会，相关的被害人的话，疑似被害人的话，请他提供，本校也会依据相关的程序来进行处理。他有提供给我们几位。对了，台中教育大学要进行性平调查，台湾师大也发出声明，强调谢成教授我伫学校教3年，目前已经完成校安通报，还未发现勘涉代志，是伫学校发生。然后台湾师大被害者应随时提出检举，协助立委要求教育部应该成立专线，提供受害者申诉，而且扩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受西南风影响，今仔日咱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温度伫25度至35度之间。也若台东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小风。同齐来看云图。这2天，咱台湾各地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各地山区、东部、东北部有短暂雷公雨。另外，受西南风的影响，伫山方面的台东，伫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小风。气象局有针对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甲花莲5个县市发布柑仔色的高温警示，高温会降到38度。也若台北、嘉义甲台东，直到红头树这所在是黄色的警示，高温有机会到36度。提醒乡亲天气真热，爱加啉水才袂着霜。来关心这阵啊是流行感冒、肠仔病毒的高峰期。也若新冠肺炎的疫情嘛也咧高峰，而且加上即马天气遮热，嘛影响民众出门去观会意愿。目前咱全台湾各种会型拢有咧欠，拢无到7天的安全库存量，所以观会中心就鼓励民众爱去观会，定期观会才当帮助有需要的人。护理人员解说观会的过程，做基本的身体检查、抹酒精消毒。规个观会的过程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佮看迄因的脸书讲有欠货，佮过来安尼。关落去了，感觉讲无管啥怪怪啊安尼啊。都每头是200、250、250啦。到尾讲500，从3个月一次嘛。到尾从我才讲无这几期拢关500安尼啦。台中观会中心表示，以中部地区来讲，爱提供予台中、彰化、南投、云林4个县市，一天需要1800地的货才有到病院使用。即阵啊，因为感冒、疫情加上开始热，民众会安排出外旅游。
关会量减要3成。疫情还是在高原期啦，那确诊的民众也多，那确诊之后，要痊愈之后14天才可以捐血，那加上暑假期间本来就是比较血液短缺的时候，那有的民众不希望在农历7月开刀，所以农历7月前开刀的民众比较多，所以医院用血量比较大。虽然台湾这10年来关血率平均有8%外，排世界第1，但是伫放假前后，也有风台天、落雨天，拢是上欠血时间。关血中心嘛提醒民众，因为血液的保存有时间限制，唔通听到欠血就一捆仔拼去关血，上好养成定时关血的习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中的立前高中，互学生囡仔对外投讲，学校禁止学生囡仔谈恋爱。佮讲查甫若是牵手小染，就是违反规定，就会互记告。而且佮甲学生囡仔讲，这拢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严格针对这个证据，学校有对外回回讲，伊是为着要保护学生，只是咧宣导，毋是咧恐吓。台中私人立前高中有学生向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投诉，学校实施禁爱令。学校伫5月底的调会透过广播宣导，只要学校发现有学生有男女之间的互动行为，甚至是牵手，就会要求写反省单，也可能会记过。那学生事后也继续遭到学校以广播方式呛声。明显是曲解法规的规定，竟然在学期末的时候，主任要透过公共的广播要求说，学生你应该要来办公室跟我直球对决。青民协指出，立前高中已经明显违反教育部的学生总体规定，对学校这款的做法，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学生会做的还是会去做，你变成你限制成这样，只会造成学生更反弹嘛？其实是可以用引导的方式，可能胜过于直接禁止会更好。青民协认为，有真侪学生互学校定调的，身心承受真大压力。学校安怎会当知影投诉学生的身份？教育部甲台中市教育局都应该讲清楚。会再一次的函发给学校的主管机关，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导学校，那并且呢，请主管机关确实查处学校处置的一个适法性。立前高中出面解释，学校并无实施禁爱令广播，也只是宣导男女互动的分际。佮提醒学生，拄着困难会当透过管道向学校寻求协助。学校目前没有这种校规，如果比较常属于常态性的接触，或者是比较逾矩的话，就是会有家长这边来做理解。学校强调相关措施是徛伫保护学生的立场，并不是引起对立。教育部表示，会要求台中市教育局加强督导学校，若有涉及行政违失，就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分科测验7月12、13两天要考试，有42252个考生去报考，这是比去年增加13000多人，是增加45%。专家有认为讲，这是因为今年分发入学较竞争，若英国亲像迄种分数较低，就当听到袂歹的学校这款情形，伫今年应该较袂发生。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财政部初步统计，自2021年综合所得税计共有644万户申报，其中有305万户唔免纳税，是占47.3%。来关心联合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昏头解针对9二共识有做出表态，伊讲伊接受下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9二共识。伊嘛反对总统蔡英文所有名化的9二共识，伊讲一切遵照宪法来做。伊嘛讲，伊若是选调，会确保两岸稳定和和平。伊讲两岸若是有稳定嘛有和平，安尼就当恢复做兵做4个月政策。继续关心指控自诉的总统大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又出来遭刑庭，和外界的诱讲，伊敢是要独立参选。也毋过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对外表示，伊讲郭台铭和伊拢是拜关公的，拢是重情重义的。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伫昨昏是接见日本的访问团，希望会当促成台湾和日本会当签贸易协议。民进党的郭邦伫昨昏是接受邀请，伊讲伊7月16会去凯道参加游行，要支持基础正义和司法改革。欢迎郭董。
服务处客观支持群众热烈欢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初三透早到台南，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珍徛台。最近国民党内一直有换候的风声，郭台铭也提出教育政策过来好选，引起外界联想，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独立参选？改变才能带给台湾希望，对不对？对。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来改变台湾。郭总，你还要来为我站台？没有问题，都有答应哦。我也是你们国民党不让我站台啊。我相信郭董跟我都一样，我们都是拜关公，重情重义，也重承诺。好友也强调，自2024对中华民国来讲真重要，最后一定团结在中华民国的旗下下。副总统赖清德是接见由日本前外相菅原伸司为首日本在野跨党派访问团。那台美最近洽签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已经签署完毕，台湾也非常期待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展开类似的贸易协议，增进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赖清德表示，希望大家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和平稳定。由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是关注司法改革、居住正义。馆长陈志汉、前立委黄国昌号召民众7月16日就开道游行，初三早起向纳入白沙岛上摇车批。我已经下令了，就是以个人名义去参加，表达说我们对居住正义跟司法改革的一个支持。郭文泰下令党内公职用个人名义参加，好友也表态到场参加，因为民进党回应迄一天是民进党全大会，赖清德看情形评估是不是要参加，同时祝福活动并好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陆军国军昨昏是伫屏东进行天马操演，嘛有大型的飞弹的实弹训练。头一届用悍马车载飞弹会当刷叮当，要来提悬机动性。国军也伫专线标准是发射开关，弹射飞弹将准击到海上的目标，强大火力发出惊骇音波声。陆军第4作战区立兵海军陆战队反装甲电部队初三下昼伫屏东执行年度性实弹射击天马操演，悍马车载弹射2A 飞弹部署伫红色海保阵地，发射了后，官兵透过发射架的攻下标准区继续追踪，故以导线修正，才会当伫最后一刻击到海面动态目标，考验射手的功力，也安尼毋是100分击到。半自动导引可以借由射手的修正来针对这个目标来实施立即的一个这个弹道改变。我们可以快速的移动我的这个车辆，那占领阵地之后，来快速做接底的这个动作。我第一次射击很震撼，对，因为有打中。其实这摆的射手拢是头一摆参演，一直讲经验真可贵。那弹射2A 也属于古弹药，每年咱国向比高买的1240粒的新型弹射入米的教会，采用更加先进的无线导引，射程也增加到4500公尺，有计强化5军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7月初3对约旦河西岸城市发动20年来上大的攻击，造成巴勒斯坦上无有8个人死亡。巴勒斯坦即马已经宣布要暂停和以色列的来往。以色列几600位士兵伫约旦河西岸城市泽宁，还有附近一个难民营的街仔路发动庆战，天顶还有无人机。泽宁市上大难民营内面，由巴勒斯坦一个武装派系组成的泽宁敢死队也进行反击。كله ضرب وقصف يعني كأن احنا بحرب عالمية ثالثة أخرى مش الأولى الثالثة أخرى。巴勒斯坦希望国际社会提供经济保护，制裁以色列，并且谴责这种恐怖主义侵略。وقف جميع الاتصالات واللقاءات مع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استمرار في وقف التنسيق الأمني في ظل عدم الالتزام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تفاهمات العقبة وشرم الشيخ. تعلن القيادة أن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لم يعد لها جدوى ولم تعد قائمة。在过去1年，以色列军方常常突击包括泽宁在内的西岸城市，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人发动地面攻击。以色列屯垦者也常对巴勒斯坦村庄有暴力行为。בחודשים האחרונים ג'נין הפכה לעיר מקלט הטרור. כוחותינו נכנסו לג'נין לקני המחבלים. הם מחסלים מחבלים, הם עוצרים מבוקשים, הם הורסים מפקדות.
אנחנו נמשיך בפעולה הזאת ככל הנדרש. 一直到顶个月2日，伫咧泽宁附近拍死3位武装分子进前，以色列军方自2006年以来，将捌伫咧西花用无人机攻击。军方发言人讲，暴力规模愈来愈大，地面部队增加，代表可能会继续用这种战术。美国华府甲阿拉伯世界拢注意到，泽宁的难民营是最近西花暴力升级的核心。伊巴双方停了要到10年的政治协商，到即马拢无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镜头来去咱的友邦瓜地马拉，因在总统大选即马出现争议，票数相关的将第一夫人托瑞斯伊提出质疑，所以即马宪法法院下令讲爱验票。不过这是引起对手第2关票的候选人不满，指控对手在操控选举结果，嘛已经提出告诉。Agradecemos la confianza que se nos ha dado, esperamos que se mantenga. Primero Dios, yo sea la primera mujer presidenta de la República. 咱伫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大选一直混淆，原先由前第一夫人托瑞斯甲前总统后生阿雷瓦洛伫决选对决，即卖恐惊出现变数，因为第一轮投票一直有乱象，暂时领先的托瑞斯甲几个政党联手指控投票出现问题，要求验票。外国宪法法院7日裁定。检方选举定数一直到验完票，甚至可能重新算票，这互以第1关票晋级决选的阿雷瓦洛是真不满。Todo con el propósito de sacar una resolución que a todas luces busca empantanar el proceso electoral y amenaza con diferir indefinidamente la segunda ronda. 阿雷瓦洛第一轮投票进前，民调排名无悬，甚至无什么知名度。开票了后，才得到11.8%的得票率，甲得票上悬托瑞斯只差4%，互大家拢惊一跳。托瑞斯就怀疑算票可能有疏失，甚至出现不法的代志。阿雷瓦洛是反驳对手想要操控选举结果，已经向瓜地马拉选举法院提出上诉。瓜地马拉顶个月2日举办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不过过程传出买票、乌西、包车来投票的受领选民，加上开票了后，22位候选人无人过半，废票比率也阁超过17%，比任何一位候选人的得票率拢更加悬，引起不少的质疑。那宪法法院最后裁定重新算票，第一轮投票结果是不是改变，目前依然是未知数。观察投票的美洲国家组织是表示，瓜地马拉选举无出现影响结果的情形。公司新闻徐焕玲报道。全世界通货膨胀拢真严重，钱变薄，日子就歹过。为着要争取较好的薪水，加拿大港喙码头的工人伫7月7日加拿大国庆日即天，计共有7500个工人同齐大罢工。若美国嘛有几啊千间饭店的劳工，即马要伫7月7日美国国庆日即天，嘛要发起大罢工。国际码头甲成都工会为了港口自动化、外包业务影响工会成员的工作权，以及通货膨胀影响工人实际收入这个问题，甲影响哥伦比亚省海事雇主协会发生的劳资争议，演变成加拿大30年来上届大规模的港口大罢工。西部太平洋沿岸伫罢工范围内港口有全国业务量排名第1的温哥华港，以及排名第3的卢伯特王子港。加高1/4的贸易商品输送，爱透过这个西部港口，逐工处理的货运额达到8亿加元。经过33点钟无停的会议了后，劳资双方初日暗时有小可休困，搁准备初三透早重新谈判。工会领袖伫谈判前甲媒体表示，疫情期间港口破纪录的利润是工人牺牲奉献所换来，搁经过联邦政府毋通干涉谈判。During the pandemic, longshore workers put themselves on the front lines to make sure the people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all their families and all Canadians had the necessary goods and supplies. When all Canadians were asked to stay home, to stay safe, our people had to go to work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n unsafe conditions, putting ourselves on the line.
那加拿大码头工人选伫国庆日即天展开大罢工。美国加州洛杉矶加旧郡两个所在，几落千个饭店劳工伫港北 United Here Local 11带头，7月初4国庆假期上无营的周末进行大罢工，要求资方提高薪资，搁增加福利。工会伫声明中指出，饭店的员工包括房务、洗碗工、总铺、服务员、行李员、甲柜台人员等，无法度负担伫因工作的城市加大数需要开销，而且准讲目前饭店的利润当地升悬。不过一寡人伫 COVID-19 疫情期间其实是无工作机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伫顶礼拜五是决定把拜登政府所推动的美金4300亿的学费贷款减免计划冻落来。不过拜登是表示，因会阁提出新的方案。也若前总统川普即马是批评讲，减免学费贷款这个计划对进前已经拍拼咧纳贷款的人无公平。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搁一摆引起论战。9位大法官顶礼拜五以6比3的票数挡落拜登政府4300亿美金的学贷减免计划，互4300万名受益学子期待落空。You know what most people say? I'm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pay that. And imagine if, you know what's scary? Imagine you went and got your master's. Imagine you got your PhD, So then you owe $180,000. You had a PhD and you can't pay your loans back. We've watched car companies, we've watched big banks get bailed out. And as a young person growing up in this country,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we did too. 拜登2020年竞选的时答应减免学贷，搁伫去年8月实际行动，也毋过包括内布拉斯加等6个保守州反对减免学贷，提起诉讼。大法官罗伯兹顶礼拜五指出，拜登政府袂当引用2003年的银行法案来当作学贷减免的依据。那联邦政府的重大政策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所以多数大法官裁定减免计划无效。You know, these Republican officials just couldn't bear the thought of providing relief for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mericans. 拜登本人强调会通过新法、高等教育法继续完成学贷减免计划，搁反驳疫情期间真侪企业也得到补助加贷款减免。当学贷减免无道理，前总统川普是借机会发挥，批评减免政策对已经还学生贷款的人无公平。Which would have been very unfair to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o paid their debt through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Very unfair. 拜登政府去年宣布的学贷减免计划，去年收入比12万5千块美金计，大约390万台票的学贷债务钱，会当变度上济1万美金，大约31万台票的联邦学生债务。加收入者若符合特定奖助标准时，会当减免达到2万美金，大约62万台票。目前有超过2500万人提出申请，也毋过随着大法官驳回学贷减免政策，借款学生都要为10月起开始还贷款了。公司新闻齐婉良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俄乌战争即马还阁咧拍，乌克兰军方的发言人是对外表示，俄罗斯有增加兵力，即马已经伫乌克兰东部2条主要的战线派超过18万的阿兵哥。芬兰伫3月份加入北约，官方即马正在修理小接瑞典的电气化铁基路。这项计划按算明年会当完工，会当互北约联盟快速向芬兰边境派遣部队上军事设备，来加强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力头。来关心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打算7月初6至初9，伊要去中国访问，会加做拜登政府第2个去北京访问的政府官员。耶伦会和中国的官员，也有伫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家见面，会讨论两边的经济关系，嘛有可能会讨论到中国的反间谍法。台美有合作咧掠大麻走私，去年底就掠到有史以来上大件，大约1200公斤的大麻，价值18亿。警方继续追查，即马嘛已经掠到做毒品的嫌犯，也有买毒品的人。警方全新武装分做5路，到无共所在敲锤。台湾甲美国联合查到大麻走私案，美国国土安全局甲边境保护署去年发现一间空壳公司，伫报关出口到台湾的货品来偷藏大麻，后续扣押证物了后放移来台湾，警方顺利拘提3个共犯。HSI 在美国西岸把毒品取出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个货柜放行。那在11月的时候呢，顺利抵达基隆港之后，我们再进行货柜监控，
顺利的逮捕到有3名的一个嫌犯，他们都是接货人，进行一个溯源不会只抓到这个收货人就以此而自满。掠到共犯也未线，警方追查无后主嫌，发现有台美商中国籍姓孙嫌犯负责供应大麻、加工甲运输，所以今年3月伊到台湾过境时阵，就伫通机场甲伊躯体到案。尾仔，佫发现有帮派背景4个查甫人有真大嫌疑。6月分组真侪位去敲锤诈窃，甲人逮捕归案。这个袋子大概就是1.5公斤到1.7公斤左右，层板里面就会夹着8袋这样的一个大麻，1200公斤的货，台湾现在每公克在1000到1500块以上，这批货都是高达台币高达10亿元以上。刑事局表示，这个案走私的大麻数量有1200公斤，是历史上上济，而且是国内帮派甲伫美国的华人合作，用大麻伫台美中间的法令差别来走私。相关单位讲，会全力阻止毒品对于民众的残害，也呼吁民众唔通冒险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顶日伫网络顶头刊文章，伊是咧分享伊家己拍囝咧教示囡仔的代志。也毋过，即马是引起家庭暴力的证据。昨昏台湾儿科医学会有发出声明，讲拍囡仔并无教育的效果，敢若会对囡仔造成身心的伤害。卫福部即马嘛强调讲，准讲即个案件，即个医生家庭暴力的代志是真实的，安尼上当会罚款60万。一个网络名人儿科医师进前伫社区媒体发表文章，讲家己体罚囡仔原因甲过程引起社会议论，医界也拢谴责。对这代志，台湾儿科医学会初三发布声明讲，无认同任何对囡仔的暴力行为，而且体罚无法度达到教养的目的。但是，敢来看家暴会影响囡仔的脑部发育，造成身心创伤。所以这种暴力那即使短暂会让小朋友害怕、恐惧的效果但是长远看来，其实反而造成他身心的创伤，有可能影响脑部的发育，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精神或行为的偏差。精神科医师讲，防家暴囡仔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包括紧张不安、情绪无稳，也较无自信。大汉了后，也有可能有样看样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做加害者。有可能呢有创伤后压力障碍，甚至呢会低自信，然后呢觉得自己看不起自己。如果呢脑部的镜像神经元呢学习到你家长一只体吧，长大以后他就是一个潜在的暴力分子。按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的这个97条，原则上是可以罚这个6到60万，同时公布他的姓名跟名称。专家建议家长会当用肯定、提醒、鼓励的亲子沟通法改善亲子关系。卫福部提醒，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若是牵涉到家暴而且查证事实，会当依照儿童加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来处罚，也是参加4至50点钟的亲子教育课程。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开始咧休热，毕业季嘛过去啊，所以真侪所在学生囡仔已经搬离开资本组的套房，即马就真侪碰床，也个家具防弹条。亲像伫台南市一个月就回收3000多顶碰床，若在碰床蹲伫遐，佫惊生网虫，惊导火烧。环保局是表示，因会利用机械机器来倒贴，来提升处理这碰床的速度。一台接一台回收车载人无碍碰床来掩埋场道，不到1点钟内就5台车出击。最近要单调的碰床量哪会遮济？环保局讲，因为市区林地甲阴空有真侪间大学，佮加上出租套房袂少，大部分拢是换厝骹自住换新的所等的。所以即摆是回收废弃碰床的高峰期，有民众讲应该要对制作碰床的源头环保化做起。弹簧床设计的那一端或制造的那一端可以把它尽量环保化，就是把它的材质啊或它的制作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因为正林地掩埋场捌发生过大火，掩埋场较大，也佮囤5000外的碰床，地方真烦恼。环保局讲，若是一个人一工上紧，敢若会使拆10顶。最近加强天高级的喷药啊，造成拆碰床的人工有限。其实掩埋场内底有一台拆除机，会配合技术来提升拆除的量。不过环保局也是呼吁乡亲爱加循环利用。前堆置在掩埋场的量大概有4-5千遍。在此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如果当用则用不要立即来做弹簧床的汰换。那如果还可以再2次使用的话，我们也建议来捐给一些弱势的家庭使用。
经济碰撞看起来也个新点点，看要个规划未来向民众加强宣导回收观念。但讲可当用因建议会使关好有需要的人。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那顶日啦，伫高雄的一间百货公司停车场，有民众看到充电的车位互占用，伊是等到半点钟了后才等到车位，这个车主真火大。不过目前是规定讲，这款充电车位并不是电动车优先使用尔，并不是电动车专用的。业者即马嘛强调讲，因会加强宣导。民众等要充电等真久，总算等到占用充电车位的人转来塞车。占用超充车位是要罚钱的啊！就罚嘛。代志发生伫咧初二，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有一只无要充电的乌色电动车，煞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地属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敢若会当伫边等。有些人太没素质，没办法。个人的那个公德心，或者是一些问题而已。事实上，依照停车场法，加油的汽车若违规占用充电的车位，会当罚600至1200块。若电动车就无规定讲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就一定要直接充电。佮再加上专用车位的管理办法，目前也搁咧研究，所以充电车位敢若会当讲是充电优先，毋是专用，真歹开发。那等到完备了这管理办法以后，就可以依照规定来做如果违规占用的处罚。那交通局还是呼吁所有的车主要尊重其他不同车种的使用的权益。充电的停车位上面的话，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标示，去减少民众误停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在商场这边也会加强人员的宣导。因为目前的规范也未制定好势，百货公司表示会派人伫咧停车场巡视，协助引导民众去停伫咧正确的车位。若是发现停唔对的状况，卖劝导车主刷车，希望确保每一个民众停车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有推出300亿扩大补贴措施，而且即马嘛放量条件，只要满18岁有岁数的人就会当去申请。若进前捌申请过的民众，唔免阁办一届，政府会直接甲钱拨入去口座。另外，高雄市政府即马是利用扣囤房税的钱，要针对有囡仔家庭和弱势者来加补贴措施。甲相关的资料摕伫手里，再来交互工作人员看敢有漏交的。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初三搁一届开放申请。透早营建署门口都有未少民众来排队要办理。超过65岁了，你的钱是比较少，都2万多块。但是最便宜的1万1，是帮助会很大。问误会了吗？又没有赚钱，有租政府这种政策的话是非常好。这届租金补贴唔但简化租厝申请的条件，嘛放量下用的对象，只要满18岁要租厝的人都会当申请。新的住户是随到随办，旧的住户唔免阁申请。租厝契约免厝主的身份证号码，中央拨款直接入口座。无细节甲地政资料会当用册格的方式来处理。另外，高雄嘛增加开办幼儿租金补贴，甲正业租金补贴。如果有一位12岁以下的子女的话，那就是等于说加码再给4000元。如果是2名的话，那就是加码8000。那3名以上的话就是12000。如果是4.3以上一直到这个5万以下的话，那这个区间市府这边也有加码。高雄市都发局表示，这届是运用囤房税增加开补贴。目前已经伫咧领300亿租金补贴的民众，唔免阁提出申请，会由内政部去年的资料带入。若新的申请户会当用网络、邮局寄甲现场申请这3种方式。若幼儿租金补贴，只要是中央300亿扩大租金补贴的核定户，都发局嘛会主动通知，卡入拨款。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去年咱全国诈骗的案件要3万件，受害损失的金额有要到70亿。而且诈骗集团会利用超商会当领包裹的服务，即马正在骗消费者去超商纳钱，毋过领到包裹根本毋是家己买的物件。所以警政署即马是和超商合作，民众总共去领到诈骗包裹，超商这边就设退货的平台，会当协助受害者退钱和退货。
伫超商摕网络买的物件是真方便，不过超商了会服务线食做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因为会有诈骗集团发送假信息给民众，讲伊有物件伫超商，爱民众去摕，也若去领，就互骗去啊。即马警政署和超商合作，要做伙来防止民众防诈骗。这次警政署跟全家合作，拍摄很多的影音短片会放在全家的各个点的一个荧幕上面来播放，让消费者都可以看到这反诈骗的一个宣导内容，让民众都知道各种诈骗的一个手法。政府统计，去年诈骗的案件特别过3万件，财损的金额是要70亿。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伫超商内底上接拄伫的诈骗手法是代买垃圾、无名字的包裹、点数诈骗等3项。若准无说你领到诈骗的包裹，超商即马也有推出前期包裹退回申请平台，帮助消费者处理退回。小时候领到幽灵包裹，那这样操作起来不用像以前一样，我需要再去联系那种日裔厂商。那现在可以直接到平台去做退货动作，就方便很多，时间上也省很多。另外，超商的员工看到消费者疑似防诈骗，也主动到卡反诈骗的专线。我也当接受啊，对，因为现在那个诈骗很多啊。警政署表示，hiệu率是诈骗的高峰期，比平常关闭2成。超商表示，去年已经协助退回超过5万件的诈骗包裹，会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到防止诈骗，呼吁民众莫防骗去。记者柯嘉选小桂林台北报道。另外，伫网络顶头假消息嘛真多。咱台湾和国际上几内个事实查核机关昨昏举办论坛，透过互相交流，尤其是明年咱台湾就要举办总统大选啊，来参加的人拢建议讲，在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应该有真侪假消息，民众一定爱认清这个假消息。台顶伫咧澄清一个消息，讲长期以来有流传一个假消息，叫使用者早起时唔通传送早安的图片，若无会互人监控。像这种假消息，伫网络世界真多。台湾甲国际上几多个事实查核机构催生最近交流，尤其台湾最近总统大选竞争真激烈，最近的持有案件就真侪假消息。候选人方面，目前他多半都会绑在一些民生议题上，有时候是绑太阳能啊，或者是未毒事件之类的，但是其实其中都会有一些真假参半的状况发生。有些是真的是有背后政治势力操作的，特别极端的讯息就越多人看，那它基于一个商业拉动的效应，那它会有这个大量传播的情况。专家讲，民众就要认清有政治攻击的假消息，唔通被影响。也特别讲，亲像是俄乌战争内面的资讯战，也是真侪假消息的攻击，要查证真困难。国际的协作呢，对于事实查核上面呢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查核资源跟人力其实都是相对有限的。透过国际协作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查核工作可以更省力，而且更有效率的完成。专家认为，透过彼此交流、分享彼此所掌握的资讯，会当帮助事实的查核，更加容易阻挡假消息、假新闻对民主国家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伫假期有登记关心新住民甲移工的民间团体，即马是举办东南亚多元文化影像工作坊，那带少年朋友来认识移民甲移工的生活，嘛要培养有家己摄影的人，会当来记录相关的议题。导演伫台顶说明拍纪录片进前爱思考的代志，来听的校员大家拢真详细咧听。这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办理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伫嘉义县民雄的活在家文化站，就用东南亚多元文化的主题开办影像课程。好像在日常中很常见这些人的身影，但是好像都不太了解，然后会想去多去了解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还有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样让他们知道说，可能纪录片的本质的特质是什么，然后纪录片工作者的一些态度或者工作方法大概是什么。那但是我们用的教材基本上也都是会跟移民、移工或新二代这些影像的素材有关的。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然后更靠近他们，然后也可以让我的观点有获得一种新的观点。来上课的校园当中，有新住民第二代，嘛有社工背景的人，拢是希望会当透过影像来呈现因对移民移工议题的看法。我做过这的代志，有这的经验了后，我会当去把这的经验甲这的地市化为一寡记录，啊嘛替因这的被害者，也是讲新住民去记录因
来到台湾的生活，我感觉是一件有意义的代志。知道之后，如果真的要拍纪录片或者是走影像的话，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上课当中，导演嘛有分享新闻、电影、甲纪录片不同的所在。刷来课程，阁会带这个校园来入捌移民甲移工。导演表示，在有的时阵，校园拍的纪录底片都爱完成，时间嘛有相关的成果发表展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那疫情转好了后，即马台南的中亚艺文中心冷两档了后，佮邀请外国的艺术家来这个所在。这个是邀请南韩的艺术家李文淑，可以运用七彩的荧光线材，布置出有视觉效果大型的装置艺术。希望透过这作品分享伊和台南的感受。甲发光的线材引电做伙，甲伫无共的材质顶悬，设计出一个搁一个相当棒的装置艺术。台南的中亚艺文中心，当两档搁再邀请外国的艺术家来办展览。这届来参加的是南韩的艺术家余文术，伊伫满岛待2个月，体验在地文化，甲伊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变做作品，办展览分享给民众。因为疫情，然后睽违了2年。那今年呢，首次接待南韩的艺术家李恩淑，特别来台湾驻村。那他的作品呢，主要是以荧光的线材，然后还有亚克力呢，跟紫光的照射去做创作。270岁的艺术家余文术，本来是以传统车术的方式来创作，不过30年前发生一个火烧事故。伊靠医疗的帮助，家己意志行过人生的关卡。使用发光的线材、灯火的变化技术创作，甲意外当作灵感，透过艺术传达人甲人之间温暖的情感。这2年呢，我们台南空山祭有一些光节的举办，所以他这次呢来台湾的做这个荧光的创作装置艺术呢，就还蛮被讨论，也蛮被肯定的。余文术到伫台南2个月。毋但学到满岛风景介水，佮甲透早来展览园区运动的民众真做朋友。伊讲台南互伊真侪力量，通继续创作。中亚艺文中心表示，这个驻村新歌展会一直办到8月27，欢迎民众来欣赏，看艺术家安怎用线材来讲伊甲台南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去屏东县政府伫今年的7月份至9月份会举办主题课程，是专工邀请做法国菜的总铺干天才去社区教民众安怎煮出用在地食材煮出法国的料理。然后这是我们屏东平安农场的那个绿竹笋。绿竹笋。对。哇，现在等对。用社区居民种的笋啊、往来结合温拿河的虾啊，佮南瓜、胡椒拌拌的，就变做一道真有特色的法国菜头盘。导致干天才讲，要做手路菜，无一定要爱山珍海味。像凤梨啊、芒果啊，然后有一些香辛料，还有我们的那个泰国虾，不管是做在地的料理，或者是做西式的料理，其实都非常的好。其实只要食材好，其实都可以做出美味的料理。屏东县政府为今年7月到9月推出饭道享宴的活动，邀请法国菜的导致干天才开设煮食的体验课程，让社区学员知影原来在地生产的鱼肉甲菜色，只要小可加工一下，也通做出奇卡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那今天来这边的老师教我们的料理方式，是结合我们在地屏东县所有的食材融入在一起的时候，做一道料理。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很惊奇。兴隆社区的石斑，还有赤山社区的凤梨，还有我们爱寮的黄金、里养潮错的泰国虾，还有很多在地的农在社区的好物，让我们透过法式料理的专家，变成一道一道非常美味可口又时尚的法式料理。对产地到饭道，小可变化煮食的方式甲烹料，都有创意菜色，互大家食饱搁食卡。这3道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黄金好旺185，变做在地农渔产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镜头来去英国，英国伦敦的今年冬季大游行，即届有超过600个团体来参加，而且嘛成100多万人来参加。而且大家伫伦敦的市中心，伫即个所在表达诉求，嘛甲伦敦的市中心变做一个在推动平权的 party。咱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 7月初一即天，伦敦市区变做一场公欢派对。第51届伦敦冬季游行为海德公园出发，南过市中心，一路行向终点站西敏寺。游行队伍组成多元，今年由乌克兰冬季团体拍头阵，伫英国的香港人团体也行伫头前。所来由慈善组织、是好同名、影视文化到商业赞助等等的队伍拢出列。丰富的阵容彰显冬季群体伫英国社会内的活动甲积极，甚至成做文化主流之一。 What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convey today? Just that pride is for everybody, and I'm from Iran originally, where it's illegal to be gay, and I'm marching for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n't. I was hiding my sexuality like from around a long time, and after coming to the UK, I'm expressing myself. I'm going out with my partner, those kind of things. So yeah, that's the key things that I'm enjoying my time in the UK. 要毋过，民主社会未只有一种声音，游行路线犹原看到蓝山的反对主张，队伍中的同志朋友也分享2礼拜前才因为同志身份受到攻击。 Lucky I'm here. 2 weeks ago, I was on crutches. I got beat up for being gay. Love yourselves. Have a great day. 好在在这场游行带出主流的声音，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50万的同志甲非同志，骑满伦敦街路，用笑甲扑声支持平权。那家台湾独立旗仔的台湾团体也伫游行队伍，同款得到沿街民众的热烈支持。 英国冬季游行向世界做上好的典范。身为性少数的人，无过需要为权利来抗争，只需要为因的存在来庆祝。公司新闻洪安峰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这2天伫咱台湾各地也有平乌，也有金门马祖，拢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今仔日温度是伫25度至35度之间。因若受西南风影响，台东是伫闪风面，所以台东有可能伫今仔日会透小风。 另外，过昼了后，各地山区东部、东北部有可能会有西北风。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全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